一、市面劣質浸泡血海柳、黑珊瑚，常用的浸泡藥劑。市面售價極低的浸泡血海柳，絕大多數是用劣質海藤、烏柳、死海柳甚至塑膠仿料，經化學處理冒充天然血柳，針對染色、保殘、紡質感三大目的。常用浸泡材料分為以下四類：一、宣洩浸泡藥劑、紡質感核心用料，最常用於海藤仿冒天然血柳，以工業鹽酸、硫酸等強酸為主體，搭配助滲劑浸泡，目的是腐蝕海藤原本鬆散粗糙的表層，收縮其內部孔隙，讓密度遠低於血柳的海藤外觀與手感都能模仿天然血柳的細密質感，同時能附攝出仿天然的紋理效果。部分商家還會在酸液中加入黑色增色劑，讓料子整體發黑。二、染色浸泡藥劑，仿全黑滿血料核心用料，用於將淺色、雜色、發黃的殘次料染成均勻濃黑的外觀，冒充頂級滿血料。常用工業油性黑色染料，禁用偶氮染料，以及含高濃度鉛、鎘、汞等重金屬的化學染劑，搭配工業酒精作為溶劑，長時間高溫浸泡。這類染劑滲透性極強，能深入料子內部，做到外觀表裏如一的仿黑效果，普通消費者極難分辨。三、填充固化浸泡劑，坊間所稱大補核心用料，用於修補料子的蟲孔、裂縫、缺損、空心問題，讓廉價殘次料變成看似完整無瑕的全棕、全差料。主要以環氧樹脂、不飽和聚酯樹脂、工業膠水為主，搭配香蕉水、天拿水等稀釋劑調和後浸泡，讓樹脂滲入料子的所有縫隙與孔洞。待完全固化後再打磨光，成品表面光滑完整，完全看不出修補痕跡。四、漂白優化浸泡劑，輔助增亮用料，先用過氧化氫、雙氧水、次氯酸鈉等強氧化劑浸泡，將原本顏色不均、發暗發灰的料子整體漂白，再進行二次染色，讓最終的黑色更均勻亮麗。部分商家還會用甲醛溶液、工業防腐劑浸泡，起到固化、增亮、防腐的作用，讓料子看起來更有形印光澤，模仿天然老料的質感。二、長期佩戴這類浸泡料對人體的危害。這類經化學浸泡的劣質海柳，不僅毫無收藏盤玩價值，其殘留的有害物質會持續釋放，對人體造成多層次傷害。核心危害如下：一、即時性皮膚損傷與過敏反應。浸泡殘留的強酸、工業染料、樹脂稀釋劑均為強刺激性物質，長期貼膚佩戴，輕則引發接觸性皮炎，出現皮膚紅腫、劇烈瘙癢、起疹、脫皮等症狀；重則會腐蝕皮膚角質層，造成皮膚破損、潰爛。尤其出汗時，化學物質如汗水會大量釋出，對皮膚的刺激會加倍。過敏體質人群還可能引發呼吸不暢、頭暈等全身性過敏反應。二、重金屬慢性中毒風險。染色劑中添加的鉛、鎘、汞等重金屬無法被人體自然代謝，會通過皮膚毛孔長期滲入體內並不斷附着，長期累積會嚴重損害肝臟、腎臟的代謝功能，破壞中樞神經系統，出現記憶力衰退、手腳麻木、貧血、免疫力持續下降等症狀，對孕婦、兒童危害尤為嚴重，可能影響胎兒正常發育、兒童智力發展。三、致癌與內分泌干擾隱患。工業偶氮染料在人體代謝過程中會分解出芳香胺類強致癌物質，長期接觸會大幅提升患癌風險。而環氧樹脂、稀釋劑中殘留的甲醛、苯類物質以及塑化劑，不僅會持續刺激呼吸道黏膜，還會干擾人體內分泌系統，導致激素紊亂，引發生殖系統疾病。長期接觸有明確的致癌潛在風險。四、長期持續的健康損傷。部分用腐敗死海柳加工的料子，商家會用高濃度防腐劑、消毒劑浸泡處理，這類物質會對人體造成持續性刺激。而低質樹脂在佩戴過程中受體溫、
汗水影響會持續釋放有害揮發物，通過呼吸、皮膚雙重途徑進入人體。長期佩戴無異於慢性接觸有毒物質，對全身多個器官造成不可逆的損傷。